你好啊，我叫浩然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與 B 肝的親身經歷。患上 B 肝讓我不禁想問，我怎樣才能最好地保護我的肝臟？答案是什麼？這是意識和行動的融合。我了解到這關乎每天做出明智、健康的選擇。首先，聽從醫生的建議至關重要，他們了解你的病史，並可以為你提供最好的指導。他們可能會開抗病毒藥物給你。你的飲食起着巨大的作用，多吃新鮮水果、蔬菜和瘦蛋白，避免吃油膩、油炸食品，以預防脂肪肝。建議完全避免飲酒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像我一樣戒煙。保持活躍，規律運動可以減少脂肪和毒素，保持肝臟健康。相信我，你的肝臟和身體會感謝你。休息至關重要，良好的睡眠週期和壓力管理對肝臟健康起着重要作用。我們的肝臟為我們做了很多事，對於 B 型肝炎患者，稍加注意就能帶來終身受益。愛護你的肝臟並擁抱這趟旅程，立即行動，肝炎等不及了，去看醫生，以保護自己和你所愛的人。了解肝炎知識並加入支持團體。我與 B 肝抗爭了15年，這段經歷告訴我，在這段旅程中你並不孤單。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病情並過着充實的生活。去看醫生，照顧好你的肝臟和你所愛的人。感謝你觀看由倫敦國王學院醫院病毒性肝炎科製作的這段影片。